想打卡給阿嫲嘅情書取景地，千祈唔好錯過呢個10月17號西九龍直達潮汕專列。大家好，我係周老闆。近期好多街坊咧睇咗呢一部給阿嫲嘅情書電影之後咧，哇就諗住去潮汕嗰邊睇下啦。嗱，呢次美美假期特意推出呢一個潮汕專列，帶大家走訪電影嘅取景地，親身走入去電影嘅畫面，感受地道潮汕嘅鄉土風情。嗱，揀嘅日子咧係10月17號，過完國慶再出遊，完美錯峰出行，唔使人逼人，天氣又好喎，秋高氣爽。嗱，今次最獨家嘅咧，市面上好難揾嘅亮點，全線安排戰舞詩威、古風潮韻宴啊，聽個名都係巴閉過人啦！食下大餐，現場再睇下呢一個非遺嘅青絲加英歌舞震撼專場啊，簡直係鑼鼓聲聲，氣勢十足啊！食嗰方面幾條線硬菜應有盡有，有大龍躉三食啦，滷水鵝啦，一人一鍋任食牛肉嘅火鍋全部都有。住宿方面簡直係靚添啦，有乜嘢啊？國瑞豪生啦、希頓系列啦、汕頭嘅白天鵝啦，全新嘅融水灣5星酒店任你揀，全部都係靚嘢嚟嘅。嗱，呢一趟專列總共咧，我哋做咗7條線路俾你揀，有南澳島嘅海景線，有古城人民線、瀑布鄉野線，由湘南特色水鄉觀天下第一奇城，提前錯峰避開人群，唔同線路有唔同嘅驚喜。全程西九龍高鐵專列往返係往返喎，記住行程輕鬆唔趕，全程粵語導遊帶隊，各位老友記溝通冇壓力啊，仲要純玩冇購物啊！嗱，出發日期記住咯，係10月17號啊，西九龍站資層集合，名額有限，想出發嘅朋友盡快聯絡我哋查詢同報名啦！想報團打我哋嘅電話熱線26501628到我哋各大分行報名查詢啦，到時見。